嗱，恭喜晒嗰啲想買樓仲未買樓嘅朋友啦！咁依家咧5月1號係已經開始執行房屋嘅新國標嘅。咁未來啲樓咧層高係唔可以低於3米，4層以上一定要有電梯嘅，隔音效果係要翻倍嘅喎。你哋唔係話開發商良心發現，係我哋國家用文件用畫出嚟嘅硬指標嚟嘅。從之前起樓轉做好樓新建房屋咧層高唔可以低於3米，以前嘅標準咧就係做到2.8米嘅。家陣咧俾多咗你20公分喎，你可能會覺得20公分啫嘛，有咩咁大區別啦？起碼20公分，你裝完個吊頂啊，你都會覺得壓抑啊嘛，係咪先？高少少你都唔會覺得容易揈親個頭啦。嗱，新規仲明確咗最高入戶層為4層嘅，及4層以上嘅住宅一定要裝電梯㗎嚇。12層以上嘅住宅每個單元咧至少有2部電梯。以前7層以下嘅唔會強制電梯，而家4層以上係一定要有電梯㗎。而且個電梯嘅橋箱門打開一定要大於90公分嘅。嗱，好似嗰啲咩輪椅BB 車速速咁轉都唔會棘住嘅。更狠嘅係咩呢？新規直接塞死咗之前嗰啲先起後加電梯嘅漏洞，一步到位，解決式老化難題。分戶樓板嘅撞擊聲要求仲更加嚴格。嗱，就算上面有個僆仔你喺度打波傳到樓下都係輕輕咋。衛生間嘅排水必須要加隔音面。夜媽媽你上個廁所沖馬桶，你都唔好逃住我添啊！新國標咧係主要針對我哋今年5月1號後起嘅嗰啲住宅嘅項目嘅。老實講啦，如果近排咧有打算買樓咧，不妨好好等一等喎，關注5月1號之後開工嗰啲新項目。呢啲項目咧會執行我哋新國標嘅，居住品質有保障喎。講到尾買樓喎，你估買棵菜咩老細？我係 Lily，下期內容更精彩，記得關注我啊！